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 Q 妹。大家好，我是罗志丽。好，节目一开始后，先同大家来分享一啲防疫向下来哦，大家听说要好好来注意，因为亚裔部嘅已经做地去呀，脑杯来示范呢，做地去传糖地度来内容。故说听说要有动作要注意嘅事情，比如讲听说要遵守呀10连制嘅部分，不管是扫 QR code 啊，还是去家去登记都要做到，韩国呀用传嘅距离听说要保持好哦，唔管係兩隔壁坐1.5公尺，也係講背對背坐1.5公尺，都係要注意到嘅。韓國要有適當嘅防護，唔管係隔板啊，也係講酒精消毒也得。韓國啊自助餐聽說要有適當的防護措施，提醒大家聽說要好好來注意到哦。係啊，好，是像阿 Q 妹講嘅，因為底下咧慢慢恢復一啲好緊鬆嘅身份，不過大家不可以鬆懈啦。我覺得這些要注意嘅提示地方，還係要注意，因為保護自家人係保護朋友。咁講頭嘅阿 Q 妹啱講，大家是咪啲講？其實底下人叫，大家會慢慢講，好緊鬆身份。咁過到5月、6月、7月，其實家下疫情大爆發嘅時節，去讓種嘅層面嗬非常嘅多。咁大家咧講嘅係從係到文化啦，台北要當到呢個無家者。無家者去改良是受到嘅事情係動態嘅，所以你嚟連線嘅是係啲芒草性慈善協會嘅社工廖冠發，所以你哋還是嚟到去連線一下。好哦。好，大家嚟分享是理解芒草性慈善協會嘅廖冠發社工。Hello， 冠冠，好可愛大家好，我係芒草性協會嘅社工廖冠發，冠冠，今年當番係做得來福氣來大家見面。耶！哇，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好可愛，好熱情哦。對，很動力不應感同是因為其實大家會覺得哇，原來你看芒草性這個慈善協會社工這麼年輕。哦，對，所以很多的年輕人又投入安勇改行列。所以冠冠，我們節目一開始也是有講到，其實疫情爆發的時候，對台北從辦法來到台北又動到改無家者，其實受到疫情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這個疫情受到影響分享之前，可不可以先幫我們簡單的講一下，好讓你感興趣沒有的芒草心協會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OK， 芒草心成立10年，然後我們其實是在專門協助無家者的，對，就是過去可能講街有遊民，但我們協助無家者，就可能收容據點，讓他們有一個住的地方，然後慢慢協助他們租房子，這樣。所以很簡潔哈，其實就是對他們有很多的盡量能夠協助他們，幫助他們。可是這中間其實有非常多背後的一些活動也好啦，努力也好。不過簡單講咧，是提升基調。所以其實疫情發生到底下，其實基調受到嘅影響係非常大嘅。他們受到影響很大，對不對？疫情對，沒錯。所以其實繼續。疫情期間其實對無家者影響蠻大，因為他們平常其實就是蠻多人就是睡在外面，然後疫情影響，他們不像我們大家一樣有一個住的地方可以保護自己，對，然後再加上很多，比如說他們去飲水機也關了，然後平常可以去洗澡的地方也沒了，所以就變得更辛苦一點。甚至連懂得偏手有個便利商店的偏手都做唔得去了，對，所以很辛苦。不過剛剛冠冠有講到一個名詞，我哋都無家者，叫無家者，其實反過來就係冇無家嘅人。不過要到是無家者，已經推特頭前先前可能講遊民啊、解憂啊，按樣嘅講法。冠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無家者這3個字，它的意義是什麼？OK， 其實，在過去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的就是流浪漢嘛，然後遊民啊、街遊這種詞，但是大家聽到這些詞就會馬上聯想到他們就是可能睡在街上，或是睡在公園的這些人，有點貶義的感覺，關心他，對。但是無家者比較像是一個更中性一點的詞，然後我們去關注到，有些人他在可能是睡在網咖，他可能花一點錢去睡網咖，或者是去買一杯飲料睡在麥當勞等等的，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就是沒有自己的地方，可能沒錢租房子了，他就借住朋友家。可是久而久之，朋友也慢慢就不願意借他住了。那這些其實在很邊緣地帶的人，我們就是希望是用無家者這個詞來廣泛的稱呼他們，就是提升大家對他們的關注，才避免他們
之后真的成为就是盖酒这样子。就是顺着这个话题哈，因为其实冠冠对于无家者有一个比较广泛定义的一个介绍，走的安用功，你来了解。那上面我们提到，简单先提到基督许多是情感让用，因为无家者其实严格讲起来，其实背后的这个的原因非松改复杂，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故事。不过如果你讲以台北火车站为例的话，其实他们是睡在那里，所以他们有可能早上会去北车的厕所洗脸，对不对？会去那边瞅阿奇。那可能到了晚上，他们有一个可能公厕或是哪里一定走得洗澡。所以因为修东西情感让用，我们很多地方都是关闭，就像刚阿 Q 妹讲的，可能连便利商店的厕所也是关的，健身房也是啊，对对对啊，运动中心也是，所以对了到无家杂来讲，所以基督修都该让用的非松台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讲到说，他们受到影响很大，那么他们这些事情都不能做，然后他们也就还是暴露在外面，所以有可能反而造成他们更多的人确诊。那个时候有发生这样的情形，对吗？其实是有多少有观察出有，然后除了刚刚讲到的洗澡也不能洗，总得洗性，然后就是没有地方装热水，也没有地方吃泡面等等的，然后很严重的还有像一些平常无家者可能会去某一些据点，他们有供餐，就是有中午晚上有发餐，但是3级之后都不能开了，所以他们吃的部分也很受影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很严重的就是走供的 motel 如类对，原本去做零工的，但是都没有工作了，所以钱的部分也就是完全就没有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这个方面的影响很大，然后又加上有些人没有钱，可能没办法买一些防疫物资，口罩或者是一些酒精。对，所以就更暴露在很危险的环境下面。对，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我觉得像我或者是像阿 Q 妹，我觉得我们算是在这段期间，我们说居家也好，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福，我们可以说享有特权的一群居家者。对，因为你看，你走在歹斗不哈，哈，如果家里有厨房，还可以煮点东西来吃，对，那舒适的状态之下。对，所以师兄提到讲，那本来也可以有发送便当的也都没有了，然后可以打零工的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芒草心协会其实是不是也号召起来整合大家，比如说包括你刚才讲的做 NA 来讲究竟，也做了一些物资的募集。对，没错，我们那时候就是发现说，哇，那街上吃的东西也受影响，然后也没有保护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是上街，然后做物资包，然后来发送给这些无家者们。台北车站加上万华、湾法这个地方，大概有500个无家者。对，然后我们就是会做成物资包，然后半夜12点的时候，就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把物资包放在无家者的脚边或是头边，然后里面可能就是有罐头啊，有一些面包。然后也有酒精，也有口罩，这样子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基本的防护跟基本吃东西的东西。韩国 TV 看到人家都喊做的这个防护衣，其实是很完整的，算是跟我们这个无家者隔离开来。因为其实我想，这一方面是为了怕自己的病毒感染到他们，这是互相保护的一个做法，对不对？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持续做下去的，所以我们也很担心是不是我们会影响到他。当然，上街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就是比较保护一点。就是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爆发，这个人人自危的这个阶段。对，所以想问一下冠冠，所以冠冠，你们那时候从5月开始，你们就可能整合了很多的资源，然后不管是在万华来讲，台北差展条在提凤走，刚才我们在影片有看到，其实你们会给那个物资包里面可能有细改东西水然后酒精，你们这样子是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吗？然后你们持续多久？我们从5月中开始，然后一直到降2级，就是上礼拜7月26号降2级。对，我们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大概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是每天都有在上街发的。对，因为其实这个需求是。对，直到降2级为止，其实刚刚讲到的东西都没办法恢复。对，因为我必须说，其实这是一个耐力战，也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因为台大为公斗哇，芒草心整合这样子的一个物资做发送，大家常常会觉得这好像办活动一样，一家礼拜留在礼拜狗也是长豆。可是你要想其实将近持续了快3个月。
对，所以3个月你们也整合了很多组织里面的，不管是你们自己的同仁，然后还有很多的志工，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人一起来协助？譬如说你们是不是也联合了地方的，像是里民啦，或者是里长，对，里长一起，尤其在万华是不是一起穷下来走两件事情？其实我们有蛮多单位，应该说在疫情之前。就很多单位都是一起在为这个社区的可能无家者或是比较弱势的人帮忙，所以像这次发送物资，除了芒草心之外，还有人生百味，然后还有梦想城乡，也有一些政府单位的社工。对，那里长的话，像南机场有方里长，他其实也是提供了我们很多物资或是一些便当的部分，所以其实算是整合还蛮多不一样的角色，但大家一起为万华努力。然后另外也有像我们募集物资，很多人就是捐物资过来，或是捐钱给我们，让我们去买物资，所以算是大家就很关心我们。对，我觉得在这里我要特别让你感兴趣，没有来讲，而且我听了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其实，在防疫期间，其实台大都非常的辛苦。我们有第一线的，我们说医师、护理人员，我们有第一线的，我们在防疫的中央部会的一个人员，其实有很多在第一线是我们看不见的，因为他们都发生在半夜12点的时候才出没，因为轻描默记通缉都来讲错，甚至连话都不能讲到，对不对？因为尽量就是要少接触。对，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今天可以跟冠冠来连线，其实也是同大家的分享，希望大家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得到的第一线，这是非常的辛苦。其实也有很多係你看到嘅第一線，佢都在做安用嘅事情。其實連下你民間嘅力量強下食下起來，這樣子的力量其實是非常大的哈。對，所以台大強下來走。不過現在因為已經到了3級了，所以其實慢慢降2級了，降2級了。對，所以你的身份慢慢的恢復緊鬆了。所以我們其實這樣子的物資包，我們所謂的物資包也就先暫時停止。对不对？先暂时停止。可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芒草心其实是非常激动的一个，我的意思说他们的机动性很强。关心一群人，喺平常时，可能冇注意到，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动到按用嘅冇家杂，不过平常时唔会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家有今日嘅节目同大家来分享其他嘅故事哦。所以咧，其实你喺要动到，其實芒草心走嘅動到嘅發通，吼，唔家查去到連下下咧發生乜嘅故事，就你到大家嘅分享，所以到你啊先繞牆，你家鄉親朋友。先聊下，你馬上等下從咧要動到嘅故事，來問冠冠，向下撈鄉親朋友，向下來分享，所以你等下常常來講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呼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權妹。耶，我係老二弟。今日好就同歡喜有請到冠冠來同大家來分享有關於無家者嘅議題。其實有件事情可能大家先前冇按關注到，阿權妹眼咩係，不過今日我同大家來分享當到有關家庭嘅故事哦。不過大家會當上我弟啊冠冠吼，佢按後上啊，佢做乜嘅會按頭呢邊無家者嘅議題咯？故上嘅咩當上嘅論哦，冠冠，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就是因為你按後上，唔講你有頭呢邊其實我覺得這是有一點沉重的這個社會上的一個問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接觸按用嘅工作，不卡你會不會有一些不是非常了解你的工作內容，甚至對你有一些產生一些意見的？我喺大學嘅時係讀社會福利系嘅，我係台北人，我畢業。是轉來台北新條路，然後我媽那時候就我剛回來台北找工作，我就鎖定要去做萬華，就是在萬華工作這樣子。然後我媽都冇問題，她就覺得說萬華安亂安歐洲安危險，為什麼我還要去這樣子？對，然後因為以前就是讀社工啊、社福這一塊，所以很想要在 NGO 就是非營利相關的組織工作，剛好就是碰上一個機會，芒草心在徵人。對，所以那個時候就決定想要去做做看，然後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做，因为我比较是在做像是跟社会对话，比如说像跟大家分享无家者是怎么样子的啊，他们的成因是什么，对，所以一直做到现在。其实刚开始我妈很生气，但大概半年之后，她就觉得说，其实就是我女儿好像就是也没有像她想象中的发生什么危险，所以就渐渐的会比较了解我的工作。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妈算是蛮支持我的，对，她就觉得说，她有什么实质上的做3年的时间，有没有实质上的支持方法让你觉得很感动的？有，我妈现在会分享我们 FB 的贴文给我们的亲戚看，她还跟我阿姨说，芒草心在做这个帮忙别人的事情啊，如果你有就是想要捐款的话，也可以选这个单位哦，这样就帮我小小的当募款员这样。对，因为读推班时期以来，其实做社工非常的辛苦，因为我起都读推班的社工，其实拥有的资源，我觉得我们有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充足的资源，所以对琼黑对冠冠这样子一个年轻的角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好担心有一天冠冠会失去热情，我们社会很需要像冠冠安勇感一。冠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好担心有一天那冠冠说我做5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对，所以我们一起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对，然后也让我们，因为社工非常的辛苦，然后希望他们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走得就很好都改资源，得都谈台干很好都改技师。可是我想要举手发问一下冠冠，在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不能移动，总得移动改前梯制可是你还要去接触，你要去晚发，你就会去推杯，然后你还要去送东西。那时候妈妈有没有说什么？刚开始有，但是我们会轮流啦，就是他也有看到我们的影片，就是穿着防护衣那个时候，然后其实我比较负责后端一点，我反而就是在前端的是后来就慢慢是让我的其他同事过去这样，所以我妈就是大概，但我还是得要，比如说每个礼拜有2-3天是要到万华去的，对，但是他知道我都会，比如说回来就会马上洗澡啊，然后去的时候也会很注重自己的防护，所以就是自己做的让他安心一点。对所以你看，我们你讲节目一开始讲到厉害，你讲到无家者其实当都改乡亲朋友可能对无家者还唔系很了解。其实要了解当然不容易，因为除非你亲自去跟他们接触。那讲到了解到大家的分享的时候，你会讲为什么以前我们会有一些迷思？那到底会说，你为什么会当无家者？我们这边简单到大家的分享一下，成为无家者的原因，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冠冠帮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成为无家者的原因还蛮多的，对，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没有钱啊，所以就是租不起房子这样子，对，但没有钱也有很多种原因。然后像我们自己蛮常碰到的，可能是他以前是还蛮认真工作的，也蛮认真赚钱，但是可能第一个是大环境不好，他以前可能是做纺织业的，做塑胶业的，中小企业的，对不对？对，然后现在这些产业都可能劳动力外移，然后他们就顿时失去了工作机会，然后就只能去做一些可能比较临时工或是比较少薪水的工作，然后让他们的收入其实越来越少。然后还有一种是他可能是生病或是受伤，有可能工作然后让他生病受伤，他没办法再那么的就是获得那么好的工作机会，所以他的钱收入也越来越少。然后还有一种是可能慢慢的跟家人或是跟亲朋好友是人际关系是慢慢的失去了，慢慢断联，然后当他在需要帮忙的时候找不到人来可能协助他，也是一种可能。对，所以其实还蛮多不一样的因素的。然后另外还有当一个人没钱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要想要去借钱，需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对，然后就钱滚钱，就有一个债务的出现，然后就让他可能生活更为困难。是，其实还蛮多种不一样的原因的。对。所以这些原因也是，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遇到的，非常常。对，可能你嘅亲戚朋友可能就有暗用跟你，他没有注意到。对，那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他就会失去了跟社会连接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对，那失去这样子一个连接的网络，那么他可能就变得跟人群更疏离。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啦。对，所以其实也很复杂，这背后的原因。对，就像你刚刚讲到跟暗道，古时候家的生理啊，无家者以后，当然你就对家的有一点不客观的看法、迷思或是误解，对不对？没有呛冠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一般人对于无家者有很多的迷思，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们也常常可能在网络上或是什么那个脸书上面就会看到，很多迷思，然后最多的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好手好脚不工作，就是好吃懒做这样子。但其实之前有调查过，其实大概70%的无家者是会在流浪期间的时候是有找工作的。对，但可能不是像我们一样一天做8个小时，然后每天都有，然后领月薪的。对，还蛮多无家者是去做举牌工，对，然后或者是去镇头或是做出工这一种领现金的，因为他们急需钱，所以领现金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以保障，对，很重要的。东山忙地给走谁？事实上是哦，事实上是哦。我补充一下，事实上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也有很多其实是没有工作，但是因为他可能在家里，对，可能是在家里，可能家里还有爸爸妈妈，对，你就在家里吃，然后在家里睡，对。可是无家者有，就像刚刚冠讲的，有70%，有70%种感应，他们其实是很积极在做工作的，只是因为可能各种的原因，他做的工作是比较像是打零工，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对不对？付出非常多的劳力去换取这些工资，对，还有其他的一个月收入6000元左右而已，对，所以他们很努力在工作。还有其他的原因，对，其他的迷思，对，其他迷思再来，很多人就觉得，无家者好像都脏脏臭臭，都不太干净，卫生模糊这样子。然后其实无家者在街上，我们很难想象，就是没办法每天洗澡的心情嘛。但其实无家者在街上生活，他就是没办法像我们一样回到家打开水龙头就可以洗澡。其实无家者在街上洗澡的资源是很少的，那想要维持身体清洁要怎么做？可能就是去公厕，然后可能稍微用毛巾擦个身体，或者是在像社会局，如果他晚上傍晚5点下班之前，其实是有开淋浴间的，但是你5点过后。如果你是工作到晚上7、8点，你就没办法洗澡，所以其实在街上要维持干净，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对，然后再加上其实像疫情期间，运动中心就关门了，然后它就更难去维持它的干净，所以其实我们要去责怪他说不把自己弄干净，其实有一点太严苛了，因为他们真的很困难。而且加到做些政府卡都几多点的。对，比如说今天可能去参加镇头，然后镇头可能8点的，我要去哪里洗澡？是，而且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迷思也是大家常讲的？哎呀，他们就是不喜欢自由，对，太喜欢自由了。对，所以其实有懂得给收容的场所，但为什么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的考量，加的没办法去要的收容场所呢？整个台北大概600-700个无家者，但是台北的收容所的床位大概不到200个，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所有想住的人都住得进去，然后再来就是你住进去，因为它是团体一起住嘛，所以就会有一些生活规范，有些可能规定你可能10点之前要回来，不然你就不能进来，或者是你早上6点7点你就一定要离开你的房间，你就一定要到外面去公共空间等等，所以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像规范，像被管理你的生活一样，所以有些人的确是不太习惯这样子的，就是高压式的管理。那有一些收容地点可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他每天还要来市区工作，他就觉得说天哪，这样子很不符合我的需求，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去住那边。是，对，所以并不是很单纯的只是喜欢自由，而是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原因。对，我想不管是无家者的迷思，或是我们刚刚讲说他成为无家者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只是简化的去这样子跟大家做分享，绝对没有这么的简单。有时候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遇到一点事情，我们就变得很忧郁。那有时候他们可能生命当中遇到一个超乎你想象的一个重大的挫折，甚至是你讲性体重台给送回，还没办法走退路能够抖了下呢？你是讲那芒草心协会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这边简单到台大来分享，请冠冠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比如说资历的支援中心啊，对，对，我们从刚成立的时候，其实就是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成立收容中心，然后协助无家者，可能他们先住进来之后，我们就有社工可能帮他们清铁路，然后清票储的回收这样子，然后帮他们存钱，协助他们存钱，就找工作存钱之后，然后协助他们看医生啊，一些林林总总的，最后租房子让他们可以结束流浪。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我们透过办一些活动，让一般大众来参加，慢慢的破解对他们的迷思。我们可能办导览、办分享。
享会，或者是我们设计一个游戏，让大家透过游戏的方式认识无家者一体。有2个方向在做。对哈，其实冠冠真的是分享的很好。其实大家会想到，一开始会谈到说哈，无家者皆由真人图书馆，不管是动态的或者是静态的，竟然还有蒙甲走状的实境游戏，大家会觉得哇，很能跟东南老 NDI 嘅物价仔有安用嘅连接哈。不过也的内容。眼睛用如虹看过以后，真认同上的戏。其实基督改法筒是非常的扎实，而且是非常的有用的，对，而且很有趣，很年轻化。没错，所以到底形容应该法筒嘅内容吼，为本你讲哦，本该阿權會看到過後，還未知道非常嘅聲音，其實加上會戲。而且我覺得基督安用嘅法筒，等下讓鄉親朋友的分享，大家會知哇，其實是非常的專業，又有好教又神奇，到底係乜嘅法筒？你先聊下，你等下就嚟講。係啲使用中心嘅小朋認真做到癌症，而唔暢快，無法吐去做較重嘅事。故做經驗時，啲芒草線協會做真人圖書館，講自家人生嘅故。今日叫練做頭擔嘢，同日後來手嘅台北辦法，小亮就會加頭一種人客。對台北車票用34站出發，眼睇啲小朋用假角度來看辦法，見行見堂，佢哋嘅成敗情形。最重要演到這一段。這邊是我工作，還有工作集合的地方。這個是社會局發給遊民擺行李的袋子，這個袋子。我以前大概就睡這個位置，因為那時候行李都放這邊。像有時候上工作的話，因為我們都是在這邊集合。因為有時候真的像陣頭蠻辛苦的，有時候早上6點出門，等我回到家，隔前天凌晨2、3點，這樣子很快啊。韓國為鬧熱的東山水市場，小胖簡單手機也打不一股，韓國的後生來檢點，路況還不是有人很減命嘅。人就是還蠻好的，然後有點憨直這樣。其實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樣，就是他們的生活環境啊，至少就我現在聽起來，而且就是會遇到很多我以前其實不知道的事情啊。因為以前就算我有經過看到他們，我也不見得會仔細觀察，或者就算我觀察，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兩班中嘅頭攬行場，影響個活辦法，未行業嘅小胖嘅人生。其他人去看無共同嘅辦法，也對自己嘅想法以為行下怎麼了解。剛才你看到的樣片就是要街遊的樣片。我們上一堂有講到的這個街遊的部分，東南上上佢都係無家者，帶帶一群可能係新人呢，可能係腦部上我了解辦法的人，去了解真正的台北、真正的辦法，透過安陽的角度。故說你看安陽的算是投籃的方式，是不是很特別？而且是打破大家的想象。剛剛那個新人呢？沒有看到其他的反應，他們也覺得非常的不一樣。對，所以麗聊團節目哦，冠冠，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這個導覽，我們就覺得哇，真的是其實很深入哎。所以我們在前一段的節目麗到大家的分享，我們有很多的活動，像是怎麼街遊、真人圖書館，對不對？然後還有像是蒙甲走狀，對，我們是不是可以具體的讓大家來分享一下這些具體的活動的內容是什麼？對。剛剛影片裡面在看到的是小胖在導覽嘛，其實小胖是一個無家者導覽員，所以芒草心也是台灣第一個在培訓無家者做導覽活動的。對，那導覽這件事情，大家過去可能比較常參加的就是歷史導覽或者是生態導覽，找老師學者。對，我們的導覽員其實是真實有流浪經歷的，對，導覽員。那當時這個概念其實是從英國那邊，他們有一個團體叫昂
Unseen Tour， 然后我们的街友的发起人他是去英国参加了那个活动，觉得说哇，原来无家者也可以用自己自身的经验去讲自己的事情，他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想要在台湾也做看这件事情，所以就回来台湾，然后就芒草心刚好有在做无家者的服务，就一起结合起来了。然后当时像小胖他的路线，他是因为他常常是打零工的，所以他其实很知道说哪个地方是比如说我想要找工作，我几点要到哪个地方去排队，对，然后哪个地方是他可能平常吃会有公餐的地方，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然后吃到就是好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就是很符合他个人自己在流浪的时候的所见所闻，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路线，然后去开发了很多不同的导览路线。其实小胖只是其中一条，我们陆陆续续都到现在大概有六条路线左右，有像是万华的，然后也有像西门町的，对，我们西门町也有一个路线，以前啦，但现在因为原本西门町的导览员他叫做阿俊，他身体年纪大了，性体摸喉累，然后我们就是先暂停了导览。那另外像是阿强也是在龙山寺，然后万华饮酒文化老街这边有一条路线，然后像目前我们最新的是在台北车站，我们也把范围移动到推背岔场那边去了。台北车站也有一条，对，就陆陆续续不同的，其实都是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历。像安永刚刚讲到嘅呀，台北茶站、台北茶条嘅呀，这个导览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了解台北车站呢，那不就是从小到大来台北要去的地方吗？到底会投览嘛？该可以导览什么？对，还可以会发几多嘅时间来导览？对，台个东西都有去过那个台北车站嘛，我们可能去补习，或者是去搭高铁、搭火车等等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其实常常去，但其实不管是贾西亚还是无家者们，对那个地方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所以他们会用很不一样的角度带我们认识可能台北车站。比如说像我们贾西亚的那条路线有个名字叫做北车迷城生存指南，就是台北车站很像是一个大迷宫，我们每次去都会迷路乱七八糟。对，但是他很熟悉那边，他知道说我今天要到哪个地方有洗澡的地方，我要从哪一个出口去，然后哪一个地方睡觉是不会被警察赶走，也不会淋到雨的，他有他的生存智慧在里面。所以像台北车站的导览路线就会介绍无家者吃的地方，然后睡的地方，然后洗澡的地方，然后甚至是就是贾西亚本人他有3个睡觉的地方，他就会带大家去走访去认识。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贾西亚的脚步去慢慢认识不一样的台北，不一样的台北车站。对，所以冠冠你自己因为贾西亚这样的一个投览改这个北车的这个秘密路线，你自己有没有因为这样认识了什么秘密景点？有我以前都可是这样就曝光了，不过没关系。星光3月旁边，对，我们讲一个就好，没关系，我们公益扎死猴，对。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就是星光3月有一个就是很不起眼的地方，它是一个洞穴。我们完全平常经过完全不会多看一眼，但贾西亚在那边睡了好久。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对，我觉得好，而且他很乐意跟我们分享。冠冠好可爱，说这样你们就知道了。意思就是说，大家还是去参加这样的导览。对，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该哈冠冠读节目地读公道，我们说读台北车站也是有一个贾西亚路线，对不对？你也有看到相片，我们刚好看到照片，就是贾西亚。你是不是很难想象他是无家者，对不对？那我觉得你读听一团节目，你到台高来分享我们公道，其实你认为成为无家者，其实是要动佛才敢念经。如果可以。谁愿意成为无家者，对不对？所以其实冠冠这边，我们说贾西亚他可以有这么好的能力，可以跟这样大家分享。那他为什么会成为无家者？也是因为来自于他自己不可抗力之生命故事。可我们帮我分享一下贾西亚的故事。其实贾西亚流浪经历蛮久的，但是他当时为什么会就是开始慢慢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其实是他之前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得了叫做脑膜炎的一个病，然后醒来之后就是渔工远洋渔工对吗？对，他是水手，是对水手。对，脑膜炎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对，然后醒来之后就是我忘记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是不太能动弹。
就是都不能动了这样。然后后来找工作，其实因为行动比较缓慢，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做3个月，试用期过后，公司就不要他了，工厂就不用他了，所以他就慢慢的就从台中就是流浪回台北。然后在台北其实也很难找工作，所以就一直都是睡在台北车站，然后平常是去举牌，然后举牌子的时候也会就是发生一些受伤，然后受伤越来越严重之后就被送到医院，然后医院才发现说原来他的伤为什么一直都好不了，就是因为他睡在很欧洲的地方，就很肮脏的地方，台北车站的地下停车场。他睡在地下停车场，然后空气污染很严重，所以他的伤口都一直好不了。然后后来是那个时候才大概流浪在台北20年左右吧，对，然后才慢慢接触到社福资源，然后后来才接触到芒草心这样。对，我简单到台高的分享一下，你看，你台高堂贾西亚的故事，台高什么地狗，他其实并不是不愿意，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我们说远洋渔工，对，所以他不小心生病了，而且昏迷的动丢，好不容易其实奇迹似的醒来，他还是非常努力去找工作，可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重大的疾病、重大的伤害，北新公其实一路下来轻退路都不顺利，某损失黑某走起张眼2张眼3张眼，人家就不要了，因为可能你没有办法跟正常的工作人员去改状态，可是他还是努力的生存，所以他就这样子溜拢的逆行年按球，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溜拢的逆行年，他并没有放弃，那他还是打零工为生。那大家可能问说，那家人呢？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其实对贾西亚来说，他等于是失去了家人的连结，他也有可能失去的是这个社会的连结。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子讨论，并不是说谁对谁错，其实你总好来分享也是黑工，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背后的故事跟原因在里面，所以给你们到台高的分享，其实每个无家者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你看，可是贾西亚现在很可爱，她变成北车的一个导览员，对不对？做对去参加芒草心协会的街游，那不只有街游，也有这个真人图书馆。其实真人图书馆有非常多无家者的故事，对不对，冠冠？对，没错，像贾西亚是其中一个真人图书馆。其实像贾西亚，他可能在职场上一直很不顺利，那我们其实是想要找出一个他可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擅长或是不擅长，能力可以做，能力不能做的。那像真人图书馆，贾西亚就是一个还蛮喜欢分享自己故事的一个阿伯，对，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邀请他来分享一下他流浪的故事，然后后来发现说，他的分享之外，他还很愿意带大家到处走走，到处看，然后刚好他的伤其实也慢慢的复原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培训他来做导览员，时间大概培训了10个月到1年。对，然后才培训完成，然后完成了这条台北车站的路线。对，所以可能唐关关讲，希望你所有嘅乡亲朋友都有对武家仔有冇用嘅想法，有动态嘅修复。其實有很好多嘅自信，去大家就得上芒草心嘅免數來粉專，有很好多嘅了解。所以今日都感謝冠冠來到節目地讀到大家嘅分享，謝謝冠冠，拜拜，辛苦大家。所以聽聽下咧，讓上你所有嘅鄉親朋友看下咧，看理解法律社單元。中戲福喜樂嘅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嘅免數傾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咧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